第东尾是直直海，较下个是即马方面挖紧花莲咧落雨，嘛露出灾情。台铁的河仁站发生水崩山，甲铁轨路引起，大高线嘛有2搭车路互土石砍掉咧。往花莲的铁路、公路拢受损害。经过花莲公务单抢修，伫今仔日半暝3点的时，这铁路已经抢通，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目前火车已经恢复双向通车。土石沿山壁一直连落来阻断铁路，现场伫花莲的大高线159.3公里，大清水明房坑。佮向北160.7公里的所在，共款有土石崩塌，道路全部砍掉咧，车无法度通过。公路交通受阻，铁路也互土石引起，一个自强号列车接到土石流有警，停伫个崩坑内底。在火车上好像有听到火车被撞击的声音，后来就停在山洞里面，停了蛮长一段时间。花莲中昼过后大雨造成河仁车站顶悬大高顶60公里的所在崩塌，土石因铁轨路河仁站到中铁站之间交通断去，大高线也有2个所在崩去。加多久不知道，他们还不确定，因为他们还在抢修。这个部分都还在评估，要先等公务单位确认评估它需要抢修的时间。后续我们才会启动相关的应变机制，包括旅客的转乘接驳。经过花莲公务段抢修了后，今日透早3点，河仁到中铁之间，东西正线汽车安全无问题，恢复双线通车。控诉空山大地震也对花莲港造成损害，渔港部分码头被开。码头后线的备填区，然后有部分的土壤异化造成这样，约50到70公分的陷落。大港区的花莲区渔会也部分码头渔船进出的港翠航道地面好亲像是碰险。港公司表示，这是为控制控制大地震了后上严重一摆，若要完全修好，恐计要等到年底。记者综合报道。